国立历史博物馆对20年前就伫做艺术家的访谈、文献收集加文字记录。不过，史博馆表示讲，伫艺术史的当中，一直拢正欠缺女性艺术家的观点加记录。今仔日史博馆推出女性艺术家的纪录片，透过影像记录3位不同世代重要的女性艺术家，来看因伫台湾艺术史当中的角色，和因安怎用艺术来思考家己和社会连结。半夜花到天亮的，没办法，没有时间呢。你这边又要上班，这边又要带小孩，所以我觉得女性来讲，这个创作跟那个工作真的是一种很不容易。短短几句话，嘴巴画家用手中就讲出女性艺术家的无简单。史博馆透过访谈3位当代重要的女性艺术家来拍出纪录片，希望会当补足演过艺术史当中总是欠缺记录的女性观点甲贡献。李重重老师、梁秀忠老师、林雪琴老师，也因为有他们，我们今天可以共聚一堂，我们共同来谢谢他们，在他们的过去几十年的画艺人生，为台湾留下非常非常多的重要的作品。其中，画家李中中有结合东西方的技法来画现代水墨，伊时常伫画当中解放物体的实际形象，互人有一种那像是在画山，佮无像山的意象。人家说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，从这里面再转向以西方的跟东方的绘画这种精神跟他的哲学来融合。另外，版画上出名的林雪卿，定以台湾本土的动物、食物甲女性身体的意象来呈现家己对生活和社会的思考。伊也是台湾当代用电脑辅助来创作版画的先锋。他可能是我自己，或者他是母亲。那再推远来思考更大的环境，它就是一个岛屿，就是我的家国。也就是一个这个我说的福尔摩沙。纪录片的3位主角梁秀忠、李中中和林雪卿，分别是代表1930至1950无同世代的艺术家。史博馆希望透过纪录片实践艺术史的性别平权，嘛希望鼓励女性展现家己的价值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